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下晡发生一件重大的车祸，一台修理车驶到台一线就北后龙路段时阵，甲一台双载的机车相撞。结果双载的机车一男一女，这20岁甲19岁，当场就无生命现象。其中20岁少年呢送病院已经救袂倒来，啊19岁查囡仔要咧急救。这件车祸是发生伫下晡的1点外。 机车风浪甲用要解体，规涂骹拢是脆片油带，安全帽嘛拢变形。初步了解，这机车可能是为着要闪为小路驶出来的小货车，所以失控骑起哩安全岛，骑过对向的车道，才甲修理车来相撞。啊，这个车祸的原因，警方爱个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